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之前咧就同大家咧介紹咗一啲月月派息啦，或者每季派息嘅 ETF 啦。咁其實喺我頻道開嘅即係比較早期、中期嘅時候咧，都有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派息基金嘅。咁但係時勢亦咧有啲形勢啦，或者投資嘅環境咧已經唔同咗，可能以往一啲咧做得比較理想嘅派息基金咧，可能而家已經唔同咗嗰個模式啊。咁我諗一個好簡單嘅就係債券基金係長期不振啦。雖然今年做翻好少少，咁但係反而咧股市類嘅派息基金咧，佢因為隨住股市嘅上升咧，反而係做得比較理想嘅。咁以前我哋都有介紹過安聯嘅增長收益基金咧，佢係股債混合嘅。咁股票嗰個部分咧就表現得唔錯啦，但係佢就受到咧債券嗰個部分咧拖累咗。咁所以咧就派息基金咧，我哋都係需要因應唔同嘅情況同埋時勢咧，去作出一啲嘅調動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再喺富途牛牛呢個平台咧，去選擇一啲派息基金咧，大家可以去參考下。今日未必會好深入講嘅，但係我哋點樣可能透過呢個平台去到揾一啲派息基金，可能係比較有價值嘅。咁我哋今日會先講咗呢個部分先，之後我哋可能再出節目咧，就係講翻深入可能我哋覺得有幾隻值得參考嘅派息基金嘅。咁富途牛牛平台個好處咧，買基金就係冇首次認購費啦，冇轉換嘅費用啦，同埋冇提早贖回費。咁呢個都係會比一般嘅銀行啊，或者啲其他嘅平台咧，會係着數好多。同埋佢一般買入咧係1000蚊到咧，平均港幣咧已經可以買到。咁入邊可以選擇用美元啦，亦都可以用港紙去到買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入去佢個 Apps 嗰度啦，就跟住咧就下邊撳個市場啦。咁市場之後咧，我哋就撳右手邊基金，咁入邊就會列咗啲基金嘅選擇啦。咁有啲係業績嘅排行啦，可以股票型、混合型、債券型啦。有啲係一啲主題嘅基金啦，熱股嘅基金等等啦，係啦。咁我哋點樣去揾一啲派息基金出嚟咧？咁我首先咧撳呢個箭嘴，係呢個右手邊嘅箭嘴，咁佢即刻會彈咗啲排行出嚟啦。咁你就撳派息基金啦。然後咧，我哋喺右手邊個篩選嗰度咧，我可以揀咧，例如我哋想每月派息嘅。咁呢度佢冇講嗰個派息率，咁我哋就純粹撳咗每月派息啦，就確定。咁咧呢度咧，佢會顯示咗過去1個月啦，同埋過去1年嘅表現。咁呢個表現係派息連埋個價格增長嘅。咁我哋睇到過去1年咧，一啲相關股票類嘅派息基金嘅表現咧，我哋見到都係相當唔錯啦。我哋見到例如第一隻富達呢個咧，我見到 HKD 就係呢個用港紙嘅，USD 咧就係用美金嘅嚇。咁可以港紙亦都可以用美金啦。咁我哋見到1年嘅表現，咁一般咧我都會睇咧係長少少嘅3年。咁我哋睇到咧，如果3年喺富途牛牛平台嗰個表現最佳咧，就係富達基金環球股息基金。MDIS 係咩意思？ M 係代表 monthly， 即係每月。DIS 咧係意思係 distribution， 即係每月分派咁解嘅。咁就第2位咧係聯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啦。咁我睇翻佢過去3年咧，係總回報係46%。如果我將46除3，大概係15%。咁複息嚟講，可能每年大概12-13度啦，連埋派息咁都唔錯。咁第3位咧就貝萊德系統分析環球股票。咁呢個就3年升咗40%，即係30-40%度。即係港紙嗰個佢嗰個回報低些少，因為個匯率問題。跟住咧就係最多人買嘅以往安聯收益及增長啦。咁過去3年都 OK 嘅，升咗28%，即係每年大概7至9%嘅回報，連埋派息咁都還好。咁跟住有其他嗰啲選擇啦咁樣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個係過去3年，我哋亦都可以有啲長少少，我哋睇翻去成立至今嘅。咁成立至今咧就有富蘭克林入息啦，富達環球股息啦，聯博低波幅啦，安聯啦等等。
不過因為佢成立至今，大家嗰個成立個時間都唔同，有啲係10年前，有啲7年前，有啲係3年前，咁就用呢個去比較就唔係咁客觀啦。咁所以一般我都會睇3年嘅。咁好啦，跟住我哋可以入去睇下，佢表現咁好，究竟佢派幾多息咧？我哋例如睇下呢隻富達環球股息基金啦。咁入咗去之後咧，我哋撳一撳減放。咁你睇到咧，佢1年嘅派息係2.29，即係話佢雖然係每個月派息，但係其實每個月大概派0.1幾、0.2，其實係好少。即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投資就 OK， 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收息型咧，就未必太理想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第二隻啦，聯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啦。咁呢隻咧，我又撳去個減放嗰度。咁呢隻咧 OK 啲喎，1年個派息咧係有4.44%嘅，咁都不錯，係啦，即係叫正常 OK 咯。因為呢啲收咗啲息咧就唔需要交稅嘅，同埋唔使有你股票有時收息都有個手續費噶嘛。咁我啦睇翻貝萊德系統呢隻啦，排第3位都做得幾好嘅。咁嘅股票型，咁佢有7厘息喎，咁呢個就似乎有啲睇頭啦。即係如果以收息嘅角度嚟講，好啦，我睇埋咧就安聯收益及增長啦。咁咧佢都係派緊8厘息嘅嚇。咁好似佢8厘息嘅最正喎，但係如果以整體嘅表現嚟講咧，佢係唔及得上頭先貝萊德啦，同埋聯博嗰隻低波幅嘅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最好係取得個平衡就比較好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啲初步嘅介紹啦。咁之後我都會深入可能介紹有幾隻就係聯博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啦，貝萊德系統分析環球股票高息基金啦，同埋講翻我哋老字號安聯收益及增長基金嘅。今日咧就分享到嚟呢度。咁如果大家都想去即係去參與呢啲即係基金嘅投資啦，即係好低門檻嘅。我睇下先，我撳一撳，佢月供又得，一筆過都得。咁例如港紙，我哋買入，原來係我都好耐買過，同冇買100蚊就可以買噶咯。原來呢啲係好少已經可以買一隻基金啦。呢隻係啦。咁我睇下美金嗰隻啦。美元版買入都係100蚊美金，即係800蚊港紙。咁個入場門檻好低，新購費係0%嘅，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考慮下。呢個富途銀行嘅平台其實係應該最好買基金嘅平台嘅，全港係啦。咁就如果大家都想開戶口，咁喺個片下邊有條 link，咁大家都係 click 入去去開戶口，咁都係對我哋頻道嘅少少支持嘅。好，咁多謝各位先，請大家 subscribe、share、comment、like，thank you。